买30秒就买好了。对，很快。你们哇，这是全球的吗？哈。是。市场等一下会让民众在这边排队。好，排队在这边。到这边直接购买。你这个就要看身份证这样，我可以再看一下吗？哦呀！它这个系统还蛮方便的，它是直接就是不用手机，就不用手机进去就可以。比如我们拿健保卡出来就直接读啊。对。市长，你要试试看吗？我的健保卡我有健保卡，我市长是刚刚你刚前面没有清楚，这边搞清楚一下。听清楚。好，先进去。来。这个省得过就可以了，交付。它可以1+1啦。我们桃园市有616家特约药局。哎，好了，直接按购买。购买。来，拍着。但2张卡都要过卡，对不对？对，2张卡都要过卡，一个人只能过一次，这样子，所以才叫做那个。哇，你很幸运，你第一个。对呀。几点？我很早起来。你很早起来？对，身心准备好，特别来排队。按几点来排？我7点20分到。哇，现在9点，哇，你排了1个多小时。我每次都来这样排。哦，你买4片呢，这样1+1，不错。有需要才带，不是随便带。去医院才要带。塞车。哎呀，好了 ，OK。不省，好，确认了。第1张就好了，第2张。刚开始上去就塞车。好，辛苦了。你是全国第1个。是全国吗？什么？全国药局。桃园第1个啊。全球药局不是全国第1个。全球第1个。全球第1个要讲这个。比全国还要大。刚才是3点，稍慢一点，9点稍慢一点。1分钟。哎，来，这个比较快啦。这个我们有赖出去给大家嘛？有。这个 QR code 就可以看到桃园的616家药局的那个地图嘛。那个全国这个可以。这我们最快，这个很快。报告市长，今天看这样排队的状况我们大概考量到后续让民众更方便，就是会请各家药局将开放给民众买领这个口罩的时段，因为有一些上班族人会忧虑，我固定上班下班回来，我决定就没得买了。公告，还要公告那个，很像门诊时间这样公告。哦，像今天是9点买，这上班族可能他7点多就，可能别家他可能是下午时间，他公告时段的，公告时段，我看到稍微错开，对，错开。因为我们现在是依据各个药局的状况，比如说晚上时段买的一定有啊，但是上班族要想说9点来那么多人，他买不到啊。对5、6个人左右吧。那觉得今天领的过程还顺畅吗？第一次的话是难免会有一些小失误什么的，我觉得这都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，也可以慢慢改进。之前都买不到口罩。不会，因为以前其实就是在家里的时候，因为我本人身体是比较不好，所以我常常在家里会买一些口罩留在家里备用，所以其实是还好。但是现在因为家里有小孩子，所以才这么早出来排队，然后为了拿小孩子的口罩。OK， 有儿童口罩就对了。OK。好。我们有另外做一。等一下。拿那个就把它秀出来，有那种大小的，对。就是把对，可以看得出来大小。OK。这是。